Hello，各位爸爸媽媽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Carol 啊，一個幼稚園嘅英文老師。上次咧，我哋講咗親子閱讀，今次我想再分享多啲。我記得以前當我小朋友仲係好細嘅時候，每晚我會同佢哋講 bedtime story。講完故仔之後，我會叫佢哋揀主角，都係佢哋讀過嘅故仔書裏面嗰啲角色嚟嘅。我作為媽媽，當時我就揀做埋其他嘅角色啦。呢個過程咧，將呢個古仔扮演出嚟咧，係一個好好嘅親子活動。所以講完個古仔之後，仲有時間，你都可以咁樣做嘅。將古仔扮演出嚟咧，小朋友唔單止係一個聽眾喎，佢哋會係一個參與者。為咗要演好佢哋嘅角色，佢哋要去記憶個角色講過啲乜嘢。當然，如果佢背得到個古仔嗰個句子，當然係好啦。如果佢哋記唔到，佢哋都可以自己創作，咁又可以激發佢哋嘅創意喎。喺呢個過程咧，最重要咧，透過呢個扮演，鼓勵咗佢哋開口講英文。當佢哋用身體動作去扮演嗰啲角色做嘅嘢，或者用情緒去表達，佢哋又會對呢啲詞多咗理解，而且識得運用呢啲情緒字眼喎。會比佢哋只係聽故仔更加深刻噶。所以咧，一個講故事嘅活動，如果我哋延伸去叫佢哋扮演，就會將我哋嘅故事時間變成一個小舞台，而且呢啲活動將會成為親子間一個獨一無二嘅回憶。以後再諗翻，你都會甜絲絲，就好似我而家咁樣啦。我就分享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